人間嘅仇恨紛亂如麻，軀骸喺荒野腐化，鮮血隨靈魂飄灑，愛同約定斷於利刃之下。黑暗帶嚟詛咒，真心引致淚流。愛人知否？死神正處後。石礫誣告。不出所料，言之界大人佢係俾醫學嘅阿龍欺騙，至會去佢哋嗰度。嗰個阿龍係阿環嘅孫女嚟，如今佢已經成為醫學嘅頭領啦。佢所有嘅部下都知道咗呢件大事，佢係冇可能毫不知情嘅。佢一定知道晒所有嘅事，所以就千方百計引誘言之界大人去惡隱村。或者係如你所言，只不過既然事已至此，要談論嘅並唔係呢一個問題。如果硬要我作出推論，有可能係佢哋嘅部下首先知道呢份卷軸嘅內容。今次件事可能真正嘅操控者只有藥師寺天善一人。炮馬大人，到咗咁嘅地步，阿龍已經唔算係言之界大人嘅婚約者，你無需偏袒佢，自欺欺人。所以我好肯定呢一個係陰謀。阿龍係利用言之界大人，希望大家能夠和睦相處嘅心態。楊炎，如果阿龍真係做咗惡隱村嘅頭領，言之界大人就係我哋甲婆萬谷之眾嘅頭領。你講嘅呢番說話，就好比指責我哋頭領係佢哋嘅同謀。阿龍嘅居心係點，我哋無需去取測。我哋終於都可以等到呢一日嘅來臨。言之界大人，我哋應該即刻採取行動。佢哋已經俾你嘅瞳術嚇到膽破心驚，要一鼓作氣攻過去先係上策。大人，你吹句聲啦！言之界大人，左衛門，請你去攞筆同硯出嚟。係。狐兒嗰件事，好對唔住。如果我哋生來就係甲婆嘅人，咁樣死後亦係甲婆嘅鬼。
既然係人，咁大家都係一樣。唔理甲河定係伊河，大家都一樣係人。我哋要捨棄被稱為宿怨嘅束縛，打開被烏雲籠罩嘅一雙眼眸。伊河嗰邊，就算係得一個人都好，都應該嘗試彼此接近，互相睇清楚。其實我翻嚟之後，就感覺到一定要向大家傳達我呢個心聲。阿龍小姐，你對眼到底係咩一回事？唔記得係幾時，婆婆係咁樣同我講過。算數罷啦，阿龍，你唔好勉強自己啦。你並唔係有事，只不過係天之所限。你一直竭盡所能，婆婆我係最清楚噶啦。真係好對唔住啊，婆婆，我身為惡人頭領之家嘅女兒，竟然會咁樣。都難怪你咁着急嘅，連一樣忍術都學唔識，只係個普通女仔。只不過你呢對眼係與生俱來就已經擁有不可思議嘅力量，咁並唔係忍術可以練習得到，所以婆婆亦都係好驚你對眼。你天生嘅嗰對眼，你呢對眼可以將我哋惡人村嘅引發好徹底咁完全瓦解。終有一日，呢對破幻之瞳會毀滅我哋全族人，成為帶嚟巨大災禍嘅元兇。假如呢一日真係嚟到嘅時候，就用呢啱叫七夜盲嘅秘製藥物踩眼皮上邊。佢叫做七夜盲。咁樣做嘅話，你對眼就會七夜被封住，唔可以張開。喺呢個重要關頭，阿龍小姐你竟然將自己對眼封閉住。啱啱同你講過嗰件事，你好應該做一個。我都係醫學家嘅女兒，天善大人所講嘅道理，我亦都好明白。不過而家你哋講咩都好，我都聽唔落去，因為惡人村嘅人可能會再俾我整到重傷。無論如何，我都冇辦法同言之界大人對立。其實我講話同佢對立，喺我心入邊，甚至乎浮現出將你哋嘅忍術一一破解嘅呢種想法。我就係怕我自己真係會咁樣做，實在太愚蠢。天善大人，有咩事啊？喺門口度發現呢樣嘢啊！竟然將人名卷軸送翻嚟俾我哋，言之界佢咁做係咪傻咗咧？唔係喎，你睇下小四郎個名，佢個名冇抹到。嗰個衰人知道小四郎今次所受嘅傷仲未足以致命，佢唔單止唔係傻，仲非常冷靜。佢為咗乜嘢要咁樣做啊？呢個卷軸係取勝嘅人有義務一定要攜喺身邊嘅。天善大人，呢封信到底係言之界交嚟嘅一封決戰書。咩話？醫學惡人組成員軍鑑，昔日與服部家所定兩族不戰之約，雖已解除，唯在下非好戰之輩，亦無法理解戰爭因由何在。故在下決定率眾趕赴巡撫，向大御所大人、服部大人問明此番用意。在下退還人名卷軸，乃出於此考慮。同行之人，除在下甲賀某，
尚有夏刑部、如越左衛門、失河炮馬、楊炎共5人。若汝等執意前來甲河曼谷尋釁之事，請恕我等已朝東海道前行，有失遠迎。倘汝等膽敢喪心病狂濫殺我甲河族人，在下必以血駁滅門之天命，還與伊河族人。在下渴求和平，本不欲戰爭，但亦不懼作戰，決不閃避汝等之追擊。汝等尚存7人，於抵進府城門前，我等甲河5人，汝等伊河7人，仍存引發生死對決。若汝等鐵膽同心，大海揚鞭，速至東海道，與我等一決雌雄，甲河言之界。天善，追，即刻就起程。伊河嘅7人，葉鬼、邢寶，你哋先去打探甲河組嘅行蹤，然後匯報。知道。但你要記住，絕對唔好強行出手打草驚蛇，知道嗎？得啦，我心中有數。阿龍小姐，我出去打點，為你準備行裝。確定冇人追嚟啦。炮馬，你處事太過謹慎啦，伊河嘅人冇可能經由甲河嘅山谷度追上嚟嘅。我怕佢哋直接由伊河路走過嚟，距離進府仲有好長嘅路，遲早有機會同我哋碰頭。你真係唔爽快，打仗一定要先下手為強。炮馬，言之界大人為咩要將人名卷軸送翻去伊河啊？佢話要去進府了解清楚決鬥嘅理由，簡直係狗屁不通。為咗400年以嚟嘅夙願，因為報復仇而戰，仲需要咩理由啊？喺嗰陣，如果我冇因為驚慌而退縮，而家就正係我報答當日恩情嘅時候。言之界大人送人名卷軸翻去嘅原因，應該係相信嗰班人一定會攞住嗰封好重要嘅信件追過嚟。嗰封決戰書，我睇呢個世上唔會有伊河人睇完嗰封信都唔追嚟。如果將伊河嘅追兵全部殺死，再將人名卷軸搶翻嚟，咁你應該冇嘢可以埋怨。照咁講，唔通言之界大人已經下決心要殺埋伊河嘅阿龍？英波，等陣，遲啲見啊，炮馬。天善呢個家伙竟然睇低我嘅能力，認報佢啊！有時自己走咗去，托佢嘅福，我又俾言之界大人質問一番。咁樣只能夠怪你自己疏忽，仲假裝唔知情。
除咗俾醫學組睇到我哋喺前面，亦都要有俾刑部佢去從後伏擊呢一招。呢個亦都係經過周密研究嘅對策。但係即使係刑部咁樣嘅人，刑部呢個人話有一種超越骨肉親情嘅武士精神，正因如此，你並唔需要擔心佢會隨便意氣用事。抱歉，請恕在下失言。刑部佢同你嘅性格根本就係完全唔一樣。我並唔認同。哦，另外有個人，我更加擔心。你係話楊炎？佢心入邊一直暗戀賢之介大人，知道佢同伊賀龍要成親嘅事之後，佢就不斷充滿咗遐想。佢自己並唔察覺到喺佢身上流露住一種女人嘅天性。聽講佢母親嘅性格都係同佢一樣。心高ぶるとき、放越の甘い喘ぎが死の吐息、毒に変じて相手を殺す。咁應該係追求一種心理補償。佢係一個背負住不幸命運嘅女人。不過，一旦有任何意外，女人真係幾恐怖。係邊個？點樣？聽日我哋係唔係應該喺桑明上船啊？睇天氣情況決定。照而家睇嚟，行葬屋附近一帶嘅陸路會安全啲。你揾我係為咗呢樣嘢？如果係嘅話，係啦。請問大人喺度諗緊乜嘢？仲有咩可以諗？大人你係唔係想念緊伊賀龍？譚征大人佢去進府之前已經講過，都係時候幫楊炎揾個如意郎君。我仲記得喺楊炎誕下鳳女之前，都唔知道有幾多男人因為佢而走過三途村命喪黃泉。有人真係好仰慕佢，舉手認證要得到佢嘅男人依然絡繹不絕。但係事實上，佢的確係個好吸引嘅女人嚟，所以咁先至更加恐怖。楊炎，賢之介大人，請你攬實我啊！楊炎，望住我。楊炎，你想？我想死，想同你一齊。俊才，如果你想死嘅，都要等殺青喺卷軸上面醫學嘅人先死。將醫學嘅人，正是如此。我嘅忍術係唔可以殺死嗰個女人。賢之介大人，你可以親手去殺死嗰個醫學龍嗎？我可以。既然係咁，就將醫學所有嘅男人都包喺我身上啦。我一個就可以將醫學所有男人全部殺清光。賢之介大人，左衛門，賢之介大人。賢之介大人，對眼好似已經俾嘢封住咗。點會咁？估唔到比意料之中容易好多噃。係。下刑部佢唔喺度喎，莫非佢想隱形起嚟，等趕緊嚟嘅阿龍小姐佢哋出現至襲擊？營火要即刻趕翻去，通知聲佢哋唔可以粗心大意。呢度點？交俾我處理啊！
好，我知道。我就喺度立翻個大功俾佢睇，等若施治天善，佢對我俯首稱臣。係咪醫學嘅人？我就係嗰個要嚟殺你哋嘅人啦！你而家見唔見到我啊？燕之介，見唔見到我啊？校馬點啊點啊！我到底斬邊個頭落嚟先比較好啊？睇下佢，炮馬。係啊！你係咪傻咗啊？燕之介竟然叫睇唔到嘢嘅炮馬睇嘢，真係好笑啊！你兩個大蠢材啊！柔肌を染め滴る赤き血の雫。たぎる怨念はやがて永劫の呪詛となり、可憐な花を夜叉へと変える。いわれなき理不尽への愛想のごとく、なお降りやまぬ雨。光を奪われし者が王能の底に見出す一縷の救い。次回バジリスク甲賀忍法帳追走幻冬。